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陈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天30分钟，和你正做国际新闻通。新闻一开始，要来关心 NATO 北约组织在 Spain Madrid 这个高峰会30结束，这当来咱讲保持东盘关系这个新婚瑞典和芬兰哦，正式变作是正式的这个会员国定数。另外，外界拢认为讲这是针对罗西亚来啦吼。不是个罗西亚总统普京也讲哦，这两国无亲像这个乌克兰，甲因有这领土的这个纠纷，就随因去啦。另外，咱嘛关心就讲美国安全首长 Avril Haines， 伊就爱大家来注意哦，伊讲罗西亚会继续侵略乌克兰。战争佫会持续一段时间。另外，咱讲到吼，这个美国另外针对北韩的这个和中国这个威胁，进行美国、日本、韩国这个峰会。那么讲到北韩和中国，拢透过各种管道，讲美国啊咧操作亚洲版的这个北约组织，会破坏东北亚和平的稳定啦吼。哎，美国、日本、韩国都要付出代价。为乌克兰来的基辅交响乐团，就现这届北约高峰会，持续关注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相关的问题。各方关心的都是芬兰甲瑞典未来可能会成做北约新的成员。几啊十年来，一直拢是中立的瑞典甲芬兰，伫1994年成做北约组织的和平同伴，而且不时参与北约组织的军事演习。就算伫2014年顶一波乌克兰危机的期间，两国还阁甲北约维持同款的关系。不过因为2022年2月份，罗西亚军方拍乌克兰，互瑞典甲芬兰危机的感觉是大大增加。5月份，这两个国家同时交出申请的文件，而且伫这届马德里高峰会期间，正式受到邀请展开加盟的程序。也拿罗西亚这边的反应，到目前为止拢还算真平静。总统普京进前就捌讲过，芬兰甲瑞典早就真正参与北约的演习，所以罗西亚对这两国加盟是无感觉爱偌紧张。У нас нет ничего, что нас могло бы беспокоить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членства Финляндии или Швеции в НАТО. Ну, хочется им,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олько они должны ясно и четко себе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что раньше не было никаких угроз для них. Теперь в случае размещения там военных контингентов и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мы вынуждены будем отвечать зеркально. 美国伫前总统奥巴马任内，捌安装伫波兰甲罗马尼亚设立人讲是萨德的高空战飞弹防御系统，引起罗西亚强烈的反对。落尾是伫川普任内，甲罗马尼亚境内美军系统升级，也拿波兰萨德的这个案都全准堵煞。另外一方面，印尼总统佐科威嘛希望会当伫罗西亚甲乌克兰和谈的时阵发挥作用。这两天安顺去拜访基辅甲莫斯科，就算北约是以欧美国家为主。不过，这届日本甲韩国的领袖嘛头一届受到邀请出席峰会，而且甲美国进行3边的会谈。因为这3个国家拢真关心北韩核武，也有远途飞弹的发展。北韩的官方媒体指出，美国想要操作出亚洲版的北约组织，安尼会破坏东北亚的和平甲稳定。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同款针对中国威胁吼，这个 NATO 秘书长 Stoltenberg 伊就讲到，中国哦虽然唔是北约这个敌人，但是正正是一个严重的这个威胁。伊唔拿霸凌家己的厝边国家，更加做出济威胁台湾的代志。做伙来听。Yes, we are prepared because they are fighting for their independence. It makes clear that Russia poses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direct threat to our security. China's growing assertiveness and its coercive policies have consequences for the security of allies and our partners. China is substantially building up its military forces, including nuclear weapons, bullying its neighbors and threatening Taiwan. China is not our adversary.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关心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韩国这个领袖啊，对3-4分钟的这个活动，为着谋求两国的这个共同利益，会继续来打拼。另外，韩国朝鲜日报共款报道讲，中国一直咧呛声日本、韩国参加 NATO， 讲因都要付出代价。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这个 NATO 伫咧北约增加兵力，保护乌克兰的这当兵，通避免俄国吼，和咱讲罗西亚来进行威胁。另外，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继续关心美国禁止打台权可能会伫全美有无共款的这个法律战哦。咱讲 Roe v. Wade 这个倡议会搁再起。另外，咱讲到 Washington Post 反打台者的警员唔望透过立法来阻挡犯者下过边界。
另外，继续来关心这个菲律宾第17任这个总统 Marcos Jr. 今日是宣誓就职，煞被大批民众咱讲抗议啦吼，认为伊会继续行因老爸或者老 Marcos 这个专制独裁老路。另外，咱讲到菲律宾这个独立记者或者 Reza， 伊捌得过 Nobel Prize 这个和平奖，咱讲到伊创办的网络新闻媒体，也伫咱讲前总统 Duterte 落任前一天被当局关网站。画面内底花头起面的是菲律宾第17任的总统小马可仕，甲准备要下任的总统杜特地，伫菲律宾总统府见面了后，做回离开。了后，小马可仕坐列车去国家博物馆头前宣誓就职，感谢民众完成菲律宾民主历史上上大的选举任务，嘛答应讲会带领国家继续发展落去。By your vote, you rejected the politics of division. I offended none of my rivals in this campaign. That if we but focus on the work at hand and the work that will come to hand, we will go very far under my watch. 分析指出，菲律宾现处是面临几10年来经济衰退上界吃力的时期。伊就职了后，头一个任务就是要复苏经济。不过，伫就职的时阵，马尼拉的街仔路所有袂少反对者，烦恼伊会甲因老爸同款，专制独裁，搁会食钱。加上小马可仕答应要促进就业，甲应对物价起价的承诺，并无具体的政策，所以引起街仔路抗议。The next administration will be an alliance of maybe the worst tyrants in Philippine history that we can only, I guess, brace ourselves against the worst. 虽然有部分的民众希望小马可仕就任了后，会当改变杜特地政府时期的作风，恢复菲律宾的国家形象。不过，伫2021年摕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菲律宾独立记者瑞萨，伊创办的网络新闻媒体拉普勒新闻网，伫杜特地下任的前一天，也就是2月封关起来。拉普勒是少数批评杜特地政府的菲律宾媒体之一，马去有杜特地讲是制造假新闻的网站。菲律宾政教委员会即届发表声明，以拉普勒用主的无实违宪为理由，甲公司的控制权袂予外国的企业，所以撤销拉普勒公司因注册证书。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另外，咱讲到台湾无收到菲律宾总统 Marcos Jr. 就职的这个邀请，外交部是表示遗憾。不是个咱讲原地菲律宾的这个劳工部长要接任驻台的这个代表，可能会当帮助深化菲律宾和台湾这个关系。另外，菲律宾新政府咧，美国甲中国这政策嘛必须关注。学者就分析讲，这个 Marcos Jr. 可能会伫中国、美国双边来对赌，未挖高边来赌。菲律宾总统小林马可仕30宣誓就职，国际政要拢到，包括美国副总统胡锦丽、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泰国副总理兼外长董允拢有出席。南方虽然无积极争取参加就职典礼，不过到尾也是无奉邀请。外交部对此表示遗憾，菲律宾方面表示基于综合情势考量，无法邀请我方出席，请我方谅解。小林马可仕掌权了后，菲国新政府的美中政策真受国界关心。美国总统拜登5月甲菲国纳入印太经济架构 IPEF， 是毋是促成美菲外交正常化？学者分析，马可仕的做法应该未算高明。现阶段首要任务是带菲律宾走出疫情了后的经济恢复。那我个人不认为他会在这个时间点做大的这个政策的转向，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菲律宾来讲，美国的在安全跟整个政治稳定的这个维系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学者认为，小林马可仕伫外交议题会较主动捍卫主权，亲像菲律宾甲中国维持友好关系。不过伫南海的争论，菲律宾的立场强硬，无要互中国占赢。咱国进前伫太平岛展开实弹演习，都互菲律宾外交部大动作抗议，表达强烈的反对。不过菲律宾原劳工部长被约要担任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主席，有助台菲关系。外交部对于这项人事规划表示欢迎，并且期盼台菲双方持续的就各项议题进行合作。外交部表示，菲律宾是咱国新南向政策重点目标国家，双边贸易总额伫去年达到90.7亿美金。目前伫台湾的菲律宾移工有14万人。学者讲，台菲有共同的利益，会当透过经济文化交流，渐渐降低双方的无信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7月初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5冬后过来访问香港，伊强调咧过去哦，香港经历过严峻的这个考验，如今已经重新证明一国两制是一个真好的制度。做伙来听。
正可谓啊，形而不辍，未来可期。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国两制，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是习近平讲到7月7日出席这个香港回归25周年这大会，不是个咱讲到香港记者协会就指出讲，这个香港新闻处哦，这个用保安来做理由，要求媒体机构替换已经报名记者人选，拒绝引到现场来采访，包含 CNN、路透社这个媒体记者，拢受到真严重的这个阻挡。另外，继续来关心咱讲 Omicron 亚型变种病毒 BA.4、BA.5，WHO 统计即阵是害全球110国拢总有案例。另外，咱讲这确诊数是增加20%。另外，咱讲这嘛已经变作是美国的主流病毒株。另外，咱嘛讲到 WHO 秘书长 Tedros 嘛讲这个 COVID-19 疫情大流行也未来结束。那咱台湾呢，敢有本土病例啦？指挥中心这罗一军伊就讲唔好讲无本土病例，只是咱讲台湾大流行可能伫咧8月也是9月。不是讲台湾即阵有真悬的这自然感染和疫苗覆盖率，应该唔免紧张，但是要小心来应对。另外讲到全球拢爱因应啦吼，美国这个食品药物管理署，咱讲到 FDA 专家小组就建议讲，今年的这秋天应该大大来推动，针对 Omicron 变异株的这个对家剂爱来注射。美国要投入32亿的这个美金，采买1亿多吨的这个 Pfizer BNT 的疫苗来好好来推调。On COVID-19, driven by BA.4 and BA.5 in many places, cases are on the rise in 110 countries, causing overall global cases to increase by 20%. 世界卫生组织预告警告，新冠病毒 Omicron 变异株的亚变种 BA.4 甲 BA.5 继续快速传播。美国统计显示，这两个亚变种已经是全国确诊病例50成以上。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的专家小组2月29比2表决通过，今年秋天针对50岁以上也是高风险族群，推动次世代新冠疫苗作为加强剂。虽然病毒变种趋势真歹预料，专家偏向以关注疫苗为基础。增加针对 Omicron 变异株保护的改良设计。None of us has a crystal ball, and we are trying to use every last ounce of what we can from predictive modeling and from the data that we have that's emerging to try to get ahead of a virus that has been very crafty. I think with the waning vaccine efficacy and the confluence of risk this fall, we need to make a move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莫德纳辉瑞甲诺瓦菲斯拢已经咧研发测试针对 Omicron 的改良型疫苗。辉瑞 BNT 日前表示，已经甲美国政府签32亿美金对价采购1亿500剂疫苗的合约，其中也包括改良型疫苗。等咧等待监管机构批准，新合约的采购计数。每一支超过30美金，比上万所合约的19块5角美金起5成以上。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另外讲到 COVID-19 中国继续是清零的这个政策啦上海禁止餐厅内底食食已经是3个月，即阵总算伫咧拜3解封，这民众是欢喜到餐厅来报道，不如讲咧这餐厅必须爱通过咱讲当地政府评估，确定讲店家这个客去的所在无社区感染风险，才通来开放而且人数要求50%的限制。有一个住伫上海23岁何先生，知影免搁踮伫咧厝里，逐工家己煮食，赶伫咧中昼前的时间，招朋友做伙去这间西班牙餐厅，要来好好食一顿饭。特别爽，因为平时在家又不怎么自己动手做菜，现在虽然在家锻炼了动手做菜的能力是吧？但还是在外面吃得香。上海餐厅伫拜2开始出现真侪人阵，这是当地从3月底封城了后，头一届开放伫餐厅内底食饭，真侪民众可袂得紧出门，会当食一寡好料的，希望生活会当恢复正常。就是每天都是要自己点外卖，然后找一个地方吃饭，就觉得这个生活有点艰难。但现在就觉得哇，终于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了。中国到大要是坚持清零的政策，上海虽然伫6月7日解封，不过规定餐厅都要通过评估，确定迄颗粒啊并无社区感染的风险，才会当开放伫餐厅内底用餐，而且人数也是有限制50%。所有员工都要逐工做体检，也若人客都要有3天内 PCR 阴性的证明，才会当入去用餐。有一间餐厅的头家讲，伫疫情的期间，敢若会当接外送的单，
海医是了一个袂晓讲，加在即马艰苦的日子，总算已经过去啊。忙起来的感觉非常好。那这个疫情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只有堂食，我们可以跟客户有更好的交流，然后同时我们可以挣钱。上海的餐厅欢喜迎接人客来交关，不过尖峰时段用餐的人数也未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另外，嘛有一寡餐厅认为讲，即马民众的消费力也未完全恢复，会阁观察一阵嘛再阁讲。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另外，咱来回顾2015年发生伫咧法国 Paris 这个恐怖攻击，是造成130个人死亡，其中活一来咱讲活落来这个嫌犯，昨日被判1世人拢爱关伫监狱内底，嘛袂当来假释。这也是咱讲这法国历史上判上重的这个刑。这件案件呢，计共也有20名的被告，嘛是上大规模的审判。法国法院29对2015年巴黎恐攻涉案的20个被告来做宣判。今年32岁，唯一幸存的嫌疑犯阿布戴斯兰，以方判定是谋杀、涉嫌着恐怖主义，也有诈骗，拢总5项罪名全部成立，方判终身监禁，袂当假释。这嘛是法国有史以来判上介重的刑罚。Je suis extrêmement satisfait des peines qui ont été prononcées. Je trouve qu'elles sont largement à la hauteur de ce que l'État doit faire pour se protéger de ce genre d'individus. Et c'est un message extrêmement clair aussi adressé à l'ensemble des personnes qui sont tentées par l'expérience de l'islamisme radical. 阿布戴斯兰正做法国自1994年以来第5个方判终身监禁、袂当假释的罪犯。这个案件拢总有20个被告受审，这嘛是法国现代法律上上介大的这个规模的审判。剩的19个人方判2年至30年3不等的有期徒刑。发生伫2015年11月13暗时巴黎恐怖攻击，包含酒店、餐厅、音乐厅，还有体育场，有真侪所在发生严重的攻击，造成130人死亡，还有494个人受伤。这嘛是法国二战以来上介严重的恐怖攻击事件。这场审判从去年9月开始，经过9个月审判。袂少参加审判的受害者拢表示讲，这个等待是真有价值。En tout cas, pour les victimes, ce qui compte, c'est que l'ensemble des scènes de crime, que ce soit Stade de France, que ce soit Terrasse, que ce soit Bataclan, ont été considérées comme une unique scène de crime. Et donc, toutes ces personnes qui sont condamnées pour complicité ou pour les tentatives de meurtre ou meurtre sont considérées avoir participé à l'ensemble des scènes de crime. Et ça, c'est important pour les victimes. 有真侪幸存者甲被害者家属因嘛表示讲，伫个落长的审判过程了后，望会当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主要的代表组织 Life for Paris 嘛宣布讲，会豆豆来改善，伫个恐攻10周年纪念日了后，会正式甲关起来。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关键的问题来关心绿色产业这是欧盟27个成员国同意伫咧2035年以前实现新车零碳排这个目标，等于是讲这个自2035年开始，境内的禁止卖甲这个使用这个汽柴油车啦汽车生产大国咱讲德国也包含在内，可能对德国车的这个产业造成真大的冲击。经过16点钟的谈判，欧盟国家29透早总算达成共识，往绿色新政向前一大步。What we want is zero-emission cars, and what we want is to reach the climate neutrality target by 2050. And for that, we need to do a lot in transport and mobility, and we need to reduce strongly the emissions. 欧盟去年提出计划，要以1990年做基准，伫2030年前减少5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希望会当伫2050年达到碳中和。为着达成这个目标，各国伫这届会议中同意，申请要伫2030年前碳排标准必须降到50%至55%。2035年开始必须完全零碳排，等有到时阵会禁止未使用燃油车，改用电动车。Les États membres, comme la France d'ailleurs, ont mis en place des dispositifs de soutien aux ménages, à l'achat de véhicules plus propres pour les rendre plus abordables. 除了新车碳排设限制，欧盟也同意创立社会气候基金，改革碳排交易体系，希望让减排之路会当顺利进行。
但你讲的是，即届汽车大国德国有哪赞成，暗过要求油电混合车若做会当实现零碳排，也是会当伫2035年以后继续卖。对这样代志，欧盟表示会对这种车进行评估。暗过有环保团体对欧盟的做法持保留的态度，因为2035年才禁止燃油车已经上慢啊，无法度达成将全球暖化升温限制伫1.5度内的目标。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是有咱讲到，真有米奇百样人来看到这个英国脱欧 Brexit 已经真做是事实，不是个有一位这个反脱欧的这个先生叫做布雷，这当来拢逐日到这个英国国会喊口号甚至唱歌放音乐来示威啦最近伊布雷伊的这个喇叭被警察来没收，原因是安怎？是国会通过新法律禁止讲特定的区域来大声抗议啦。人权团体就批评讲，禁止大声抗议是咧剥削英国公民的自由权利。一顶裤黄大的帽仔去国会头前唱歌喊口号，穿蓝色衫的布雷伫英国不只有名声。2017年开始，伊去国会广场喊反脱欧、反贪腐，佮不时播放口水歌。当地人叫伊是反脱欧先生。不过反脱欧先生的示威行动最近拄到真重大失败，原因就是警方引用新法，礼拜日没收布雷音箱。Protest is about sound and vision. For a government to take that from you is actually taking away your basic human right to protest. 英国进前通过新法案，禁止示威者伫特定区域用妨害公众、亲像制造噪音的方式抗议。这项法律唔但布雷不满，人权甲环保团体也批评新法真专权，打压英国公民的自由。The whole point about protesting is that you are loud and annoying. Otherwise, there's no point. 虽然批评声音不断，英国政府也是坚持执行新法。不过布雷嘛无伫放软，伊的音箱互人没收，隔工就随订买新的音箱，分贝比较早佫加2倍。布雷按算买一台人力车，爱家己音箱伫国会广场附近骑车一直驶，无要固定地点，用活动的方式继续抗议。My next step is to work out how to get around this law. There will be a loophole somewhere, and I'll find it. And we're not giving up. 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马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